Hello，大家好啊！歡迎又嚟到我呢個 channel 啊！咁今次我哋會講嘅就係呢隻暴風巨神啊！咁佢嗰個知名程度都唔差得過勝利武神嘅，因為始終係大家最愛嘅紅仇第一隻喺動畫裏邊嘅機體啦。好，我哋拆開嚟講啦。就可惜啲啦，因為始終我嗰陣揾唔到佢嗰個貼紙啊，咁就油咗啲黑色 marker 上去就當貼紙咁，但係而家都算係咁噶啦，唉。好，我哋講一講先。咁暴風巨神係一個平行型嘅 layer 啦，有兩塊上段印去做防禦。跟住有兩塊下段印去嘅翼印去做攻擊嘅，咁就係一個攻守兼備嘅 layer 啦，就成隻嘢橢圓形咁樣嘅，就同守護巨神嗰個橢圓形理念咪差不多嘅，只不過就唔同嘅就係佢呢度今次用翼印啦，其實就比起守護巨神兇好多嘅，係啦，但係啊佢個 lock 啊〜係啦，基本上係成個二代其中一隻最鬆嘅 lock 嚟㗎，幾慘啊係。係啦，咁佢咁鬆就 burst 嗰個情況都可想而知㗎啦，各位。係啦，就同守護巨神係爭好遠嘅。雖然我冇玩過守護巨神啊，咁但係點聽都好，其實呢隻都係一定好玩過守護巨神好多嘅，因為嗰隻真係東不成西不就。好，咁跟住 K 鐵就係薄薄地，咁有幾個鏤空位，再同埋咁樣6個印咁樣，其實就嗰個重量係喺度嘅，亦都是一個比較均勻嘅鐵啦。咁 U 軸心啊，就係Burst 世代第一個有2種素材嘅軸心啊。咁佢就有個尖腳嘅塑膠件啊，再加一個橡膠去包覆住啦，咁就變咗佢接盤嗰陣就可以攻擊。如果冇接盤或者冇人打嘅時候，就係一個持久型嘅狀態嚟嘅，就一個可攻可守嘅軸心嚟嘅。好啦，將所有嘢組埋晒，係啦，聽唔聽到？哦，好清脆㗎啲聲，係啦。咁我哋磅個重先。好 layer 8.57係御四家最重啦，咁跟住亦都唔差嘅呢個重量。Disc 20.20啦，哇，都算係咁噶啦。咁嗰陣時啲鐵又雖然有嗰啲咩 heavy 啊，有嗰啲咩 gravity 啊，但係都算係咁啦。嗰啲咩 boost 啊 limit 嗰啲鐵真係唔知做咩事嘅。咁個 driver 5.95一個普通的重量。好，成隻嘢組裝埋就34個7啊，75啊，咁就一般般，不過不失。咁但係喺而家 X 世代嚟講，就一個攻擊環都唔止呢個重量啦，就可惜啲。咁就作為一隻即係未可以左右互轉嘅巨神嘅時候，咁呢隻暴風巨神嘅對戰會唔會好精彩呢？咁我哋而家去實測下就知㗎啦。我哋去片。目指そうぜ最強のブレイダきっと誰だって持ってんだ勝ちたいって感情と君だけのベイブレードそう向き合った表情に強くなりたいって気持ちがほら渦巻いてんだろうシュート回り出した夢の衣熱く弾け逆らい合う絶対勝つんだっていう本気の想い同士がぶつかったら絆が生まれるのさ決定的瞬間追いかけよう
いって感情と君だけのベイブレードそう向き合った表情に強くなりたいって気持ちがほら渦巻いてんだろうシュート回り出した夢のこの熱く弾け宝に合う絶対勝つんだっていう本気の思い同士がぶつかったら絆が埋もれるのさ決定的瞬間追いかけよう一緒にもう止まらない決めるのさ最強ファーストフィニッシュ始めよう目指そうぜ最強のプレイだきっと誰だって持ってんだ勝ちたいって感情と君だけのベイブレードそう向き合った表情に強くなりたいって好啦，我哋翻嚟講下啲感想啦。咁今次呢隻暴風巨神其實玩落去係真係有趣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佢係即係佢嗰個近嘅攻擊力真係喺度嘅，分分鐘係仲勁過聖利姆神嘅敲落去嗰下。只不過就因為佢好鬆，咁就令到佢亦都有機會自己自爆，就呢個可惜啲啦。但係就因為咁樣而充滿咗賭博性啊，係 Burst 世代其中一隻好好玩嘅嘢啦，我覺得就可惜啲咯，個 lock 真係冇辦法啦。亦都係一個雙回轉未出現之前就係算係咁咯。咁但係真係嗰句嘅逆刃又咁鬆，其實就呢個又唔係嗰啲咩超王啊、DB 咁樣，呢個係二代嚟嘅啫。咁其實就少少逆刃，即係一個唔好彩，你都可以即係毀到人，亦都可以毀到自己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就一個可惜啲嘅 layer 啦，因為擺到明俾官方削弱咗嘅。就因為佢呢個形狀，如果佢緊嘅話咧，其實分分鐘仲勁過嗰隻什麼 Dark Death Sizer 啦，嗰隻俾人送咗上殿堂嗰隻啊嘅死神啊，係啦。咁 K 鐵就一個不過不失即鐵啦，非常之平均啊，但係都用得上嘅一隻舊鐵嚟嘅。好 Unitor 就都唔錯嘅，咁因為其實佢真係可攻可守，咁亦都令到個對戰充滿變化啦。尤其佢轉得贏宙斯啊嗰啲陀螺嘅時候，其實都證明咗呢粒底唔算差㗎啦。咁希望 X 世代盡快推出呢類軸心啦，因為真係會好好玩嘅。係啦，咁但係大家聽到啦，咁鬆就可惜啲啦。因為咧，其實巨神佢咁樣一個 setting，其實起碼下面呢兩嚿都唔差。咁上面如果佢係緊嘅話咧，就真係原裝都可以上場㗎啦。就同埋佢同之後嗰啲巨神唔一樣嘅，咁因為之後嗰啲巨神係個面好勁，係惡到黐咗線嘅，咁個鐵又係惡到黐咗線嘅，係個底就不知所謂啫嘛。咁呢一代就個底係 OK，都幾勁嘅。跟住嗰個鐵都唔差，就係個面就好賭博性咯。我會話，即係如果你用得好，咁佢係真係勁嘅；咁你運氣好，咁佢又真係勁嘅。因為始終佢係打得爆宙斯啊，喂，雖然宙斯好易打爆啦，咁但係都可以石死一堆好勁嗰堆陀螺啊。咁所以就是一隻比較可惜的巨神啊！明明可以再勁啲，就偏偏俾官方削弱咗。
係咯，就同嗰隻太平軍而東不成西不就的守護巨神唔同，呢隻就因為搏得滯啦，咁都冇辦法咯，係啦。始終巨神都去到傳說啊、鎮魂呢啲先大家先會用嘅，係啦。咁但係個底都無疑成為巨神系列最勁嘅 U 族心啊！係啦，因為之後出嗰啲巨神族心都簡直是不知所謂的，係啦，得呢粒係上到賽場嘅啫，我自己認為係。咁好啦，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下次可能會拍翻啲 Metal Fight 或者 X 世代嘅陀螺。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就記得 like 呢條片啦，再 subscribe 埋個 channel，再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嘅朋友。咁可以嘅話就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嘅新片啦。咁如果你想睇更多花絮嘅話呢，亦都可以 follow 我個 IG，就會睇到更多喺我個 YouTube channel 裏邊睇唔到嘅嘢啦。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